他家，一路就到俺那路通路，满个社不都参加人说的，那我的那个三母女说的呀，要啊了。我就草皮了一他家，就当俺那路通忙个些不都参加人说的，那嘞那个三母女说的呀，要觉得哈个嘞那早看么嘞那老几帮啊，对我些钱呀。他家人操，那然后那个三母女操的呀，要不管了菜椒啥都要多。呀，可啊，米子吃开啊，呀个马来同嘞，这叫嘛米子俺哈提啊，米子是有吃不同啊嘞么味啊，米子提到是，我吃不同啊，同啊嘞俺嘞米子嘛个那看见到的他同嘞嘛的。呀，到处趟哦，在老米子嘛个那好多，那团嘛个到的同胞嘛个，人家小叫嘛米子俺哈提哦，然后妈妈那看了几到处，那个嘞，阿妈到处爱把鸡，妈妈人家来老妈弄。叫妈咪子俺哈提啊，然后小菜鸟。我就没唱唱呀，我唱点不过。